大家好，我阿邦。歡迎大家嚟到獨角年獸2016。咁啊，點啊？今日 so far OK 啊嘛？冇得眼瞓，我試你哋㗎啫。今日個場 OK 啊嘛？係嘛 ？OK 啊，星光黃埔呢個場除咗靚之外咧，我仲要話咧，佢係好有人情味啦。即係點解咁講咧？因為大家都知道我哋獨角獸咧 SooTF 好有規模㗎啦，係咪？得嗰10幾20人。亦都係做啲小眾藝術啦。亦都縮骨，都得人嗰一場，即係租俾你啫，嘥咗啲行政費，即係類似就好似一個婆咁樣啦。一年流水得1萬幾千，仲係開得個戶口啊 Marco， 你過主啦，唔係你過去啲關愛線嗰度啦。我今個月唔夠數啊，仲要賣基金㗎嘛。但係多謝你哋星光黃埔，唔嫌棄我哋 SooTF 呢個婆，繼續租場俾我哋。尤其是多謝星光黃埔嘅黃經理。Mandy、Theo、行出行入，多謝你哋，大家繼續俾啲掌聲佢哋。咁除咗場地，梗係要多謝各位觀眾啦，你哋米飯班主，多謝你哋啦。我年年都講㗎啦，但係今年咧，我講係別有一番味道，因為大家都知道呢幾年個世界唔同晒啦，唔同到咧，連我呢個中老咧都覺得好唔同啊。但係你哋繼續支持我哋，好似大家樂咁始終如一，我真係好感動。不如同大家回顧下過去由我哋獨角獸2017年呢10年發咗啲咩變化好嘛？好啊，你好唔好我都係繼續講㗎啦。